特朗普做總統，年薪40萬美金，就算佢做滿第二屆4年任期，人工加埋都係160萬美金。但你估唔到，佢靠總統呢個身份賺嘅副業收入足足有34億美金。截至今年第一季度，特朗普身家已經去到65億美金，絕對係美國歷史上最有錢嘅總統。呢一張圖最恐怖嘅唔係身家，而係佢財富暴增嘅時間點。就喺2025年嘅1月，特朗普正式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。呢個唔係咁啱得咁巧啊！我哋計下條數就知啦。佢每年固定嘅人工就40萬，扣晒呢一筆人工，剩低全部都係佢私下賺嘅副業錢。呢一筆收入有一部分係佢做總統之前靠高爾夫球場、酒店、房地產生意賺翻嚟嘅。但係真正嘅大頭就兩樣嘢：虛擬幣同埋股市投資。好多人都會好好奇，做總統可以親自落場炒股嘅咩？按理嚟講，美國法律係唔允許嘅。以前歷任美國總統上任前都會做資產隔離，叫做盲目信託，將自己所有金融嘅資產交俾第三方託管，總統本人完全係唔可以干預、唔可以操作嘅。但特朗普完全係唔玩呢一套嘢。佢上任之後，所有投資全部都係佢自己親自操盤嘅。根據美國政府公開報告，今年第一季特朗普股市交易額超過2億美金，平均一日高頻交易接近50次，個人嘅操作密度直逼華爾街職業交易員。講得難聽啲，做總統先係佢嘅副業，炒股先係佢嘅主業啊！佢嘅投資組合非常之精準，科技股有英偉達、蘋果，高端製造有波音、特斯拉，甚至連諾斯羅普、通用電力呢一啲美國頂級嘅軍火商都有佈局添。事後睇翻佢每一次買入買出都精準踩中咗後續所發生嘅大市行情，所以媒體同市場一路都瘋狂質疑佢。特朗普同佢嘅家族涉而來目交易、操控市場。但講句公道嘅説話，股市嘅收益對於佢嚟講都係小兒科。真正恐怖嘅係虛擬幣。早喺舊年，紐約媒體已經深度調查曝光，由2022年到而家，特朗普單單喺加密貨幣市場都已經賺咗24億美金。機構仲大膽預測，等佢第二任期做完，淨係呢一個賽道咧，最少可以賺夠34億美金。呢個數字聽落去已經超級誇張，但其實仲算保守添。喺舊年年底，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直接出咗一份官方報告，標題就叫《特朗普加密貨幣與腐敗新時代》。報告入邊直言，特朗普家族掌控加密資產最高估值曾經衝到去116億美金。呢一個規模已經完全唔係普通商人可以做得到嘅。好多人唔知嘅係，喺2024年大選最後衝刺階段，特朗普家族成立咗一間公司，叫做世界自由金融，仲自己發行咗專屬嘅穩定幣，連阿聯酋國家基金直接掟咗5億美金入股。等佢順利當選咗總統，即刻推出咗專屬法案，全力擴張自己嘅穩定幣規模同影響力添。去到今年1月，巴基斯坦直接將呢一隻幣納入咗國家官方支付系統。換句説話嚟講，特朗普用一間私人企業直接同主權國家達成咗官方合作，擺明就攞住總統身份做盡商人嘅嘢。直到而家呢一間公司仲不停同各國嘅機構合作添，源源不斷為家族輸送暴利。仲有更加離譜嘅操作，喺舊年佢啱啱上任第1個月，即刻推出咗以自己命名嘅虛擬幣，一日嘅時間裏邊，單價由0.18美金直接就衝到去80美金。單係呢一波操作，特朗普一夜之間身家暴漲咗280億美金。咁喺網上好多人講，特朗普炒股炒幣比股神仲要犀利嘅，因為佢自己可以隨便畫 K 線控制行情。但事實又真係咁喎，成個走勢係佢自己控制出嚟嘅。凡喺其他國家呢一種明目張膽違規操作，早就已經踩衣車都睇到着晒火啦。但係點解特朗普完全冇事呢？其實唔單止係佢，美國好多高官都係咁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？佢從政40年，家族資產由300萬暴漲到2.8億美金。佢同佢老公靠內幕炒股賺錢，新聞多到數都數唔晒，甚至專門出咗佩洛西法案監管住佢。但最後都不了了之，
完全係唔影響佢安穩退休。因為我哋認知嘅違法喺美國早就已經俾人合法解鎖，最核心嘅原因就係根深蒂固嘅政商勾結，上至總統、國會議員，下至普通公職人員，背後幾乎都有資本大佬喺度撐腰，甚至好似特朗普咁，自己本身就係頂級商人，所以你隨便拉出美國國會成員嘅收益表，炒股戰績個個都係股神級別㗎。美國政府唔係唔知道呢一個問題，係明知有問題都唔想去解決，亦都解決唔到。早喺2012年，本來就出台過法案，禁止利用內幕消息炒股獲利，但係因為阻力太大，監管太難，最後就直接擱置咗，推行唔到落去。之後每隔幾年都會有新人提出新嘅法案、新嘅監管方案嘅，但係永遠都有提議就冇執行，直到今日呢個漏洞依然存在。咁好多人喺度感嘆，美國一班高官根本就喺度透支緊國家信用，濫用制度漏洞，破壞市場公平。但呢一種質疑嘅聲音喺巨大嘅資本同權力面前，永遠都顯得超級無力嘅。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